来这个天气真热，真侪人走到南投溪头来美热。讲有一个男子到溪头来拜山神，离步道边仔草埔来烧金纸，尤其是最近会引发到森林火灾。这溪头游乐区是讲，这已经触犯到森林法，相关会当罚款30万。 查某人伫草埔放火烧金纸，经过游客拢惊一个，爱伊赶紧拍火，因为这是南投的溪头，附近的树林发甲正暗，而且规定禁止起火。我袂掉，好不好？嘿啦，袂掉啦，袂掉啦，袂掉啦，袂使啦。虽然查某人是一直咧火室里，甚至佫跪伫个，也毋过看到草埔的火是愈烧愈大，游客烦恼会引发到森林大火，也是赶紧通知园方。帮忙一下，拜托的啦，哦。落尾火势方顺利拍花。 加在无引起到大火，查某人事后向园方甲警方讲，家己是要拜山神，才会炸金纸来烧，也毋过已经违反到森林法，警方将伊移请管护开单。会处于新台币12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那违规起火，查某人当时也搁伫部队边仔违规来摆打。 园方讲已经考劝伊袂当搁再犯，嘛提醒民众最近天气烧热，真侪人拢会走来溪头纳凉，也毋过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，若无毋奈罚钱，也佫会禁止入园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